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天匯財經秘笈。今日教大家利用我哋嘅一個天匯嘅特色功能啦，去睇一睇我哋嘅一個股票出現調整嘅情況底下咧，一啲大戶機構嘅一個態度或者係佢哋嘅一個資金嘅一個變化。首先我哋睇一睇2476盛雲科技呢隻股票。咁呢隻股票咧就近幾日啦，係跟住個市啦，同埋一啲嘅一個原因出現咗嘅一個調整啊。大家可以見到由12號開始，連續咧係出現咗幾日比較大調整。咁但係咧呢隻股我哋都知道啦，係一個基本面同埋咧算力相關比較優質嘅股票啊。咁我哋都可以睇一睇喺呢幾日嘅一個調整當中，資金嘅一個態度同埋佢哋嘅一個流入流出嘅情況係咩嘅一個變化。咁我哋可以撳翻個股票報價，撳翻個大戶盤路，輸入翻我哋2476個股追蹤2476，跟住咧我哋將個時間 set 翻去到5月12號至到5月15號。咁咧我哋撳翻個交易額啦，撳翻個淨流入嘅情況，我哋就可以睇翻一啲嘅大戶機構啦，對於2476盛雲科技嘅一個態度喺佢大跌嘅情況下咧，佢哋嘅一啲態度。咁我哋可以發現，其實喺呢幾日大跌情況底下咧，一啲大行其實都係一個流入嘅情況。譬如話 UBS 瑞銀啦，淨流入係去到咗1億幾，JP Morgan 接近1億。咁另外睇翻里昂匯豐等等都係啦，有一個接近1億嘅一個情況。咁再落啲 Morgan Stanley 高盛咧，其實都係有一個淨流入嘅情況嘅。咁所以其實見到一啲嘅外資嘅大行啦，比較專業嘅啲機構啦，佢哋對於盛雲喺調整嘅過程當中咧，佢哋都係選擇一個淨買入嘅一個情況。咁亦都係一個對於後續嘅一個股價走勢咧，係注入咗接近針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喺經歷咗一個幾日嘅一個調整之後咧，今日其實係出現咗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反彈嘅。咁喺一個大市唔理想、唔樂觀情況下，盛雲科技依然都係出現咗一個最高係超過10% 嘅一個升幅反彈。咁可以利用我哋嘅一個大戶盤路去睇一睇我哋資金嘅一個態度同埋咧佢哋流出嘅一個情況，從而幫助我哋判斷佢哋對個股嘅一啲態度。記得訂閱加點讚，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